这是民间的这种口语的文学。啊，譬如咧，其实足济，比如讲一面抹壁上面光，啊，一只牛北上领皮，还是要上桥才要放尿，即种俗谚语吼，足济，啊，拢是借即马还是较早台湾社会内底一物件，譬如讲种上桥，其实即马的台湾。嗯，应该足少会出现即种情形吼。变做过咱嘛是会使，当然即句话即马大家应该抑个会理解啦。毋过嘛是想看觅讲，要像即甲即个桥吼改做，比如讲要像闽式才要放尿，因为即马要解脱的人一般来讲是这比如讲宾士啊，还是迄种爆车等等啊，较贵的车嘛，其实拢是会使会使讲迄个改造吼，因为时间一直直咧走啊，物件嘛拢一直直咧改变，所以当然爱传承，啊，毋过传甲承。团甲成之间拢会自然会产生出一寡差别吼，一寡改变，一寡调整。啊，拄仔嘛有讲着即个迄个排比吼，就讲人害人天毋省，天害人在眼前，还是人无照天理，天无照家己。啊，所以第三句吼，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意思其实我相信，在座大家会拢会当理解吼。啊，毋过即个结果即个部分咯，比如讲一个遮即个排比吼，互即个物件，有一种美丽的感觉，啊，另外一方面，嘛是较好记，就讲有一个排比，有一个较固定的即个结果。啊，一开始讲即个俗谚语的即个押韵的即个现象吼，其实句句拢会看做即个押韵吼。比如讲，即边即个省，天毋省，在眼前，省甲前即个押韵，人无照天理甲死，即个理甲子会拢嘛伫押韵。啊，干若第三句红甲好，就当然无押韵。啊，毋过比如讲即边诶，伫咧讲汉国吼，伫咧讲即个文学手段即个出海的即个所在吼，涨水甲凊退、呆在即个所在拢伫咧押韵，有某诶食甲涨水，无某诶食甲凊退，啊人若呆，看面就知，啊是有钱有钱使鬼会无，拢是足坎古诶咧讲法嘛。因为咱看人诶面，免咱会知影伊是巧诶，还是呆诶，还是就是较戆诶。啊，当然伫咧涨水根本袂食钱啦，啊要安怎食？凊彩当然嘛是啊，这拢是一种汉古诶即种看中啊，即种轰动诶讲法来形容一寡现象吼。用题句嘛，就是讲人足爱食吼，人啥物物件拢会食。啊，第二句诶，其实是小可一个讽刺别人伊诶面容啊。所以拄仔是一个台湾俗谚句内底即个结构甲即个文学诶即个部分吼。啊，咱即马来看台湾俗谚句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文化，文化嘛包括历史，所以历史的方面吼，其实嘛是有几有即个俗讲句，有一个讲台湾的历史，比如讲金门毋认铜碗，台湾毋认长山，即边嘛一个押韵，铜碗长山，当然嘛是有人讲东山，这个拢嘛会使嘛。啊，毋过重点是山甲啊，即两句的一个即两字吼，一个押韵，啊是第二句吼，过番剩一半，过台湾无地看，半甲看嘛是共款，即个押韵。啊，历史三楼一回头，即三句话吼，其实拢是一个讲台湾的即个移民历史吼。一个是较早中国的即个移民来到台湾的过程，因是先对东莞到金门，啊对金门又过来台湾，啊即句话就是一个形容即种归属感嘛，因到金门，伊是了后吼，就毋认因是中国人，还是因毋认是因是即个东华人，啊，过来移民到台湾了后，伊就毋认因是东山人，所以因毋认因是中国人。啊，这一句是咧形容多早台湾中国移民吼，因即个移民的即个行程吼，一种是第一半吼，前半句是咧讲过番的即个部分，过番是咧讲中国人因移民到东南亚的时阵，东南亚的国家即个情形，所以因到东南亚的时阵，尾仔佫剩一半，佫有一半会活，啊，毋过因到台湾无地看，意思讲到台湾了后，迄个全部拢死了，意思讲即句话是其实是一个形容台湾，应该算是伫清朝的时阵吼，伊的环境嗯足恶劣吼，就是讲会足歹生活。啊，第三句嘛是共款，形容即个情形，六个死了，三个留伫台湾，啊，一个回头，一个转去即个长山，转去迄阵的中原嘛。啊，过来，因为愈来愈愈来愈侪人移民到台湾，所以嘛是有即句话，有长山公，无长山马。因为迄阵啊，移民到台湾的人拢是算是工人，所以工人因迄阵仔的清朝的政府无允准因带因的某到台湾，所以拢是单身男到台湾，所以因到台湾了后，可能甲原住民人结婚，变做阿公是长沙人，所以就是讲是对中国来，啊，伊个阿嬷就是原住民人，所以伊毋是长沙妈。啊，另外一句话是一个某看赢三仙天公祖，伊讲你若是到台湾会当娶一个某哦，有够赞诶，比有即个三仙甲天公祖甲你保庇哦，较好哦，伊诶生活过甲真好。啊，即边吼拄仔已经有讲着即个长沙人吼移民到台湾的即个情形吼，因为较早嗯清朝一种三禁令吼，所以无允准
移民到台湾的工人吼，带家属过。啊，尾啊，当然，应该讲中吼，台湾伊是因为被日本去统治吼，所以嘛是有即句话，共学读劣东，毋知西下较棒。这当然这边毋是伫咧骂日本嘛，啊，毋过伊是照日本的时代的即种即个教育的物件，就是共学，咱拢知影这是日本时代日本迄个日本政府伫台湾伫台湾设定的吼，设立的吼。啊，即句话当然毋是在讲日本，只是你虽然有读册，啊，毋过你连根本的即种普遍的物件拢毋知。当然即马有个即句话其实有个讲着即个时代性吼，因为咱即马伫台湾出名时阵，倒位佫会当看着即个迄个西学仔，应该我看我想应该差不多无去吧。所以拢是有即个时代性，啊，毋过所以有当时即种小工具嘛，可能会当调整做即种较符合即马的教育情形的小工具。过来除了历史以外吼，当然有一个足大的所在吼，就是即个台湾的家庭吼，迄个迄个爸生迄个囝，当然就是其实英语内底嘛是有小型的即句话嘛，就是迄个我说as father as son，就是其实咱日记内底嘛是有小型的小工具。啊，咱讲到即个小工具的定义的时阵，嘛是有讲者即个内底的讲话，内底的内容，内底的特点，毋是绝对的。所以第一句好好生好囝，好丢好豆，出好米。即句话其实是咧学咧讲，好母就是好诶，阿母伊就有好诶囝。啊，毋过第三句，着讲起来毋是安尼吼，就是歹直出好孙，好直出古论。伊是其实讲起来，咱会使用另外一句即个俗工句来形容吼，三年之论，好歹教论，拢是一个变吼。啊，每一个情形可能拢有有即个适合诶俗工句会使使用吼。甲家庭有关系诶俗工句其实足济，比如讲做猪食薰，做嘛摇孙，还是摇鬼讲师，约师公，啊摇孙约阿公。其实即两句话吼，直接形容阿公阿嬷即个文明吼，就是毋管安怎，因着爱顾孙啊。其实嘛是表现出台湾当然尤其是较早的即个社会的情形嘛，因为三代拢住做伙，所以阿公阿嬷会当顾孙。啊，当然即马无一定，即马的台湾人无一定甲迄个甲阿公阿嬷还是爸母住做伙。毋过至少咱会使看出，这是台湾的即种文化。因为若是要讲
比如讲欧洲，咱遮吼，阮遮吼，你若是甲爸母还是阿公阿嬷住做伙，其他诶人会感觉奇怪，所以是咱对即种俗功夫，拢会看出即种台湾诶文化吼。内底当然嘛是有创着即个对社会吼，对即个交流诶观念吼，比如讲真情世事陪到到，无定兼无走，也是真情留一线，日后好相看，也是即个洗颜免洗水，洗水无颜上乞开，迄拢是一种即种俗工句，拢是一个形容安怎处理代志诶即种态度吼。就讲伫旧咱拢知影，毋是啥物代志拢爱讲好，拢爱陪到到，拢爱参加。啊若是安尼做，尾仔可能啥物拢无去啊。真情吼，莫做甲伤绝，若无以后可能就无法度佫见面。啊，第三句其实嘛是有一个讲一种台湾人诶即种价值观吼，其实就是讲有缘分吼，因为其实嘛是即种台湾人诶文化吼，佮讲着缘分吼，我即入去台湾诶迄阵，别人啊有朋友嘛是会讲着即种就是缘分，咱有机会见面吼，有即个是有缘吼，有缘分吼，一个关系。啊，毋过即句吼，就是讲水人生做啥款，其实无遮尔重要。电倒你若是无缘分，到尾啊，你是足孤单诶啊，就是足可怜诶啊。对知识拄啊，咱有讲即个价值观吼，啊，对台湾其实对知识诶即个台湾人对知识诶即个看法吼，嘛是足趣味吼。比如讲，知识无底，钱银奥马，还是学问是财富，无伊就袂富，还是就袂富，即两种念法吼。啊，钱愈用愈少，学问愈少愈济，拢是一个讲即个强调学习即个部分吼，就是讲，嗯，咱会使讲台湾人诶即种台湾人认为吼，即个学习即个嗯，学习是比钱佫较重要诶物件。啊，个另外一方面，当然嘛是有一寡俗工句，伫咧讲钱上界重要，啊是趁钱要安怎趁啊，啊是比如讲卖饼诶啊，还是做医生啊，还是呃做啥物物件是较好趁。啊，当然甲破病啊，甲健康嘛是有关诶俗工句，比如讲气势、严无伤，也是严无伤，啊，请鬼医病，还是食着药，清楚一药，食毋着药，人心一疾，迄拢是甲会使讲甲医治甲医病有关系诶俗工句吼。嘛，而且咱对即种每一种甚至足济俗工句内底，伊就是藏着即个台湾诶文化，就讲气势严无伤，还是严无伤，其实就是讲，你受气，你会着迄个内伤，啊，内伤即种物件其实算是嗯。华人吼，就是讲中国甲中国上早是应该是中国嘛，就是从迄个汉语啊，汉语内底就是伫咧讲即个呃
外伤甲即个内伤嘛，若是套用伫即个阮遮即个德国诶社会，即个阮诶医学根本袂讲即种物件，即内伤无即种物件吼，所以对对差不多每一句俗干句，拢会当看出台湾诶每一层面诶即个文化吼。我看时间吼差不多吼，今日先讲到遮吼，多谢大家吼，真欢迎问问题吼。真感谢费用博士精彩的演讲吼。咱即马看有啥物款问题吼，免客气，咱来甲问吼。我先来登记吼。好，好，伫逐个咧想的中间吼，我先来问费用博士一个问题啦吼，就是讲你伫德国吼，德国诶德文敢是 phonetic？恁迄个咧学诶中间，敢阁有需要啥物拼音来辅助，还是讲学德文本身就会当用来做就会晓发音安尼嘿？讲话当然，第一件事你是讲文学譬如讲吼，譬如讲像讲即个若用汉字诶国家对无吼？像讲台湾人啊，伊无法度看汉字，无可能会晓发音嘛吼。你若是讲迄个西班牙迄西班牙文吼，伊迄个西班牙文本身，伊就是含即个发音就足接近啦吼。英语就较无较接近。我是毋知影讲德文的情形吼，是毋是讲含即个口语含文字不止啊共款？OK，了解你的问题吼。我补充一下啦吼，我会问即个问题原因是我感觉讲你应该是较学台语嘛吼。对。毋过我发觉你台语的音吼，你发音不止啊正啦吼。我发觉讲足侪迄个阮台湾人吼，去学英语、学外语吼，迄个发音的能力，迄个概成是比较上无讲足舒适啊。我是咧想象讲，敢会是因为阮习惯用汉字，细汉的教育的时阵习惯用汉字，毋是拼音文字的问题安尼啦。我是感觉，我毋知影即罗马字系统的语言甲汉字系统的，即是古早汉字系统的语言是毋是当比拼？因为就讲西班牙语啊是法语啊、德语、英语，其实咱拢是用，阮拢是用即个罗马字来写嘛。毋过所以表面上，咱使用的罗马字拢共款，毋过每一个不一定每一个啦，毋过足侪字母的发音都无共款，所以就是像讲德文，恁的字典内面敢有搁用迄个万国音标去注音？发音有啊，嘛有嘛，嘛搁有另外一个，发音会注即个IPA 啊，嘿啊，嘛用 IPA。嘿对。恁学生敢有学 IPA？若讲恁咧迄个，无，恁拢无学。好，多谢。所以我只是我敢若会当讲，我进前
毋管是华语还是学台语时阵，我尽量想要模仿较正港诶发音嘛，所以较注重即个发音正确，毋过咱若是看台语。台湾人对这个讲台语这个发音的演变哦，伊个变化，其实可能会讲一个所在，就是我一般讲话的时阵，比如讲这个字，我会用一个字即迄个音吼，毋过大部应该足侪有足侪台湾人因会讲字，即个字，就是讲较好发音。有当下可能是即个问题，所以有变化。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台湾囡仔因汉字的时阵，因为一开始爱先华语嘛，因用注音符号来学，所以注音符号甲全世界其他的语言拢完全无关系，所以我是感觉是一种困扰吧。困扰有影。多谢你的回答吼。咱即有两个人举手吼，咱即有一个Eno Chen 吼，你先来较换单位遐嘛有举手吼。好来。我是美和啦吼。美和。最主要吼，最主要是感觉真好啦吼。不过我感觉讲，头拄你咧讲上桥才要放石吼，你要甲改吼。我感觉我会记你本地是讲要上桥才要拔骹啦吼。我感觉迄继续传神啦，就是讲，迄表示因为拔骹爱拔足侪冬嘛。你讲放石迄是一搭久啊代志吼，所以你咧甲改去。虽然讲即摆无咧坐桥，无迄个风俗，但是伊咧讲要坐桥才要拔骹吼，迄个意义足深长啦。就是讲，迄若爱拔足侪冬，你的骹较拔会成诶。你哪会要坐桥诶时才要拔，绝对袂赴嘛。你放石可能5分钟佫出来，也会赴。所以我是想讲，你要甲改做现代，当然会使啦吼。总是会失去迄个原来的味甲原来的汁吼。另外我感觉讲，你咧讲无毛的食甲，有毛的食甲脏水，无毛的食甲凊腿。你解说讲真爱食吼。我想，若对古早吼，台湾真善的迄个社会来看的时，是讲瘦甲无通食啦，所以无毛的就爱食甲凊腿，有毛的食甲脏水啊，就是足 exaggerate， 足夸大啦吼。足含糊足含糊咧讲的吼。我想无拄是咧形容讲足爱食啦吼。这是你讲啊真好啦吼。好，多谢，嘿啦，咱请费用来甲恁说回答一下，好无？对啊，其实咱拄仔看着即个要上桥才要放尿吼，即句话毋是我想出来哦，毋是我改啊，因为我毋敢，即摆嘛毋敢袂敢安尼做啊，吓，这是拢是对我参考的资料是迄个上主要，而且足齐全的吼，是即个陈祖宪吼迄个陈祖宪迄个牧师，伊对台湾即个俗讲语吼有做即摆尾仔做甲10本册的即种收集吼，有做甲足齐全哦，所以我资料迄个资料来源拢是
伊册吼。实个吼，你甲陈主任无事敢有联络？无熟悉呢。因小妹咧找伊呢，找无人。若有人知影，拜托。有啦，伊拢有伫咱面册顶头啦。啊，伊住伫德国迄个 Hamburg，即摆毋知伫台湾还是搁住伫德国。嘿，若有人知影陈主任无事的消息啊，拜托讲者，因为因妹妹伫美国的档案咧找伊无，可能失联。好，安尼我应该联络伊会着，你较写报我。真感谢。好，安尼看有迄个陈瑞兄有举手吼，无请陈瑞兄你来问问题，好无？足多谢费用先生吼啊！今仔听你的说明演讲了吼，实在才互我感觉讲真正台湾的即个俗语吼，实在非常丰富啦吼。啊，我即个感想就是感觉讲吼，其实台湾的俗语吼，实在甲看做台湾文学的一个形式啦吼。啊，当然伊产生的方式甲伊的生态啦吼，甲一般的像讲一般咱传统的文学、台语文学较无相啊，因为伊作者也毋知吼，而且伊的即个自然的即个竞争淘汰吼，即个真厉害。所以俗语若讲了无水开，念伊就互人袂记实，都无起来，都袂生存。所以这是拢经过互相竞争才出来的即个结果，所以拢会遮尔水开啦吼。啊，这实在是咱台语的一个足丰富的，咱会使甲看做文学的一个基地啦吼。啊，另外一点吼，我是要请教杨先生吼，就是讲。用台语的俗语吼，的观点来看吼，甲世界的，特别是西洋的即个俗语即项物件吼，有啥物较深刻的无共对比的所在啦？吼，这是我要请教，可能即个问题是较大啦吼。啊，另外一点，我要甲咱今仔日的听众吼，鼓舞一下啦吼。就是咱今日看吼，费用先生遮个 PowerPoint 吼，伊用汉字写吼，但是伊用到即个白话字吼，其实照我看起来差不多无超过4字以上啊吼。第一是下，啊第二是甲吼，啊第三是拍，啊佫有一字又用过是咕噜吼。所以无用无几字啊，其实下甲甲啦吼。但是呢，咱规场拢用台语咧思考咧讲咧听吼。所以吼，实在咱逐个无习惯会晓讲台语、会晓听台语的人，若无习惯用台语来思考来写时阵吼，啊，今仔日费用先生这实在是互咱上好模范啦吼。咱逐个都爱大胆吼。较勇敢的、较坚持者，用台语来思考，来写咱普通咧讲的台湾话，多谢吼。多谢陈医师吼，陈医师的这个意见吼。先针对上尾的迄个吼，其实我是感觉咱的目标拢是共款的，我是安尼感觉，就是要吹杀台语，就是希望愈来愈侪人会用台语来交流来沟通啊，就是甚至写文章啊等等啊，只是记录的方式无共款，有的人较惯势用这个转罗马字，用白话字，用较惯势用迄个汉字，就是汉字加罗马字并用啊，
较关系专用汉字啊，比如讲顶届吼，咱见面的时阵有讲即个用注音符号，有的人用注音符号来拍出台语的汉字吼，就是嘛是拢看个人啦，有的比如讲若是要用用即个仓颉，还是用无啥物，就是免拍拼音的即种输入法来写台语，其实拢是有法度啦，拢是有伊的优点甲缺点嘛。啊，这边嘛，趁即个机会吼，小可做一个补充，就是要讲我今日为虾米选择俗工具做即个讲题吼，就是讲，我个人就是，咱若是要吹杀台语，一方面当然是会使用即种书面的文学，比如讲台语诗啊，还是小说，还是散文啊等等，当然歌仔戏啊，拢真好。啊，另外一方面，感觉咱嘛是袂使看轻，较通俗的，有当时嘛是较粗鲁的即种民间的珍珠啦，就是俗工具，也是有当时今日无讲一个部分，比如包括甲俗工具有关系的，就是艺客仔话啊味菜，其实因即两种的嘛是民间的即种文学，啊，其实伊嘛拢是足有即个文学性的物件，所以拢值得咱做伙来吹上啊。但意思讲的即个提起的迄个问题吼，其他其实形式上我是认为大部分拢相像，就讲拄仔讲的即个排比啊，还是押韵即个所在，即个喊鼓啊，当然譬如上界主要是譬如，其实其他语言嘛拢有，上界主要我是感觉譬如吧，譬如，毋是譬如哦。我会讲，我是譬如咧，譬如，敢是譬如？有譬如的讲法。可以继续讲。不要紧。是咧。目前会感觉押韵即个所在，伫台语的民间文学内底是非常普遍的即个现象。啊，另外较无共款的，应该就是文化即个所在。啊，若无即个我一开始找起的即个Wolfgang Miller，其实伊嘛是讲世界上的小工具大部分拢相像。多谢陈医师的题目，的问题。咱今仔日吼有几位欧洲的朋友参加啦吼，毋知看恁有要，互恁有新机会通发言啦吼。啊，另外品质吼，伊伫加拿大，毋过伊嘛去伫欧洲留学吼，啊，以后针对欧洲人咧开台语课吼，啊，所以是毋是互恁有新机会通发言？啊，恁咧搁咧想诶中间，是毋是单位兄你有要搁 follow up 无？吼？我过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拄则费用先生有讲到即个用台语来念古早诶即个汉语诗吼，中国人写诶即个用中国话写诶
汉语的诗啦吼，迄个声调会搁足水贵吼，安尼介绍，我听费用先生意思是讲，表示可能是毋是，就是表示讲，咱即个间接啦吼，证明也是讲表示咱台语就是上古早的汉语啦，是毋是即个意思？若是的时阵，咱讲毋是，我会讲，我伫台湾嘛是捌听过人会安尼讲，毋过，严格来讲是毋是，就是因为这讲这牵涉即个台语即个形成的过程吼，因为伊是咱讲有当时嘛是用即个河洛话嘛，用河洛即个词来讲台语嘛。所以就是讲伊的源头嘛是伫中原，古早的，就是规真南北调的即个中原，伊的形成过程足复杂，伊后来又个有吸收即个吴语，就是吴语吴语的即个部分啦，又个吸收。后来变做客语的一个部分，所以伊会形成足复杂。而且伊一直会吸收新的物件，也名词啊，另外一个方面，伊同调以后，又个会有受着即个中原的即个标准语的即个压力，所以伊有足济阮会讲即个斩除吼，语言斩除的即个影响，所以规个拢揽做伙了后，有诶音韵的现象是代表伊某一个音嘛是某一个念法是对古早的即个古早的时阵所传来，毋过伊嘛是有新的即个发展，所以最后尾爱讲毋是。毋是哈。好，多谢。就是讲咱咧借，咱向台湾南岛语哈，咧向中原咧借音的时阵，有几啊个时代无共啦吼。你意思是毋是安尼吼？有迄个古汉语，佫较近的，佫有吴语，所以咱有足侪种无共款的文言音啦吼。所以我是想讲，若是咱用语言的即个态度来甲看文字吼，较毋是讲一个字有几啊种的发音，是有几啊个音伫无共的时阵去借混用字，去借迄个汉字入来，就是即个情形嘛是佫继续咧发生嘛。像咱即马咧要用台语来用汉字来写咱的语言的时阵，咱足侪会用混用字，到尾迄个混用字煞怎啊变做讲即个汉，咱台语汉字的一部分啦。我会解释安尼，毋知是对啊毋对。来，我有看到3位有举手啦咱优先互即个法国协会林丽清来迄个发言好无来，请你请伊嘛是一个迄个艺术家插图家。我拄仔看迄个，多谢先我拄是看到德国的迄个关伟先生，应该先举手，我较慢举手，应该先互伊讲安尼。安尼好来，无关伟，你先来讲，来较认真来。喂，不要紧，丽晶你先讲，不要紧嘿。好，多谢真多谢即个即个 Facebook 的即个介绍嘛迄个
即个机会是真难得。啊，我想要问的是，第一个是拄仔另外一个先辈伊的迄个讲到迄个俗谚吼，你讲就叫较要放石，啊，我逐日毋知影讲原来佫会使进前一个版本是讲就叫，歹势有听着我的声吼？有，讲就我毋知影讲原来进前佫就叫较要拔骹，我会感觉讲其实若讲因为台湾即马嘛有讲咧要坐车，还是要就车，较要想着要放石吼。所以讲，我会感觉讲，当然叫咱即马是坐车，毋过我会感觉讲，我感觉会看时代安尼变嘛是真好，因为你若即马共讲白卡，这一方面这是进前迄个时代查某人讲要落来甲白卡较有空价。我当然这有一个像讲拄仔迄个博士讲的，这有这历史的背景，过我感觉其实对白卡变做讲改做放石，我感觉这个有可能有，我咧想是毋是就是一种。即看时代啊，佮看即个社会即个情形咧，即个查某人的即个权利啊，佮安尼改变吼。第二个我想要问的是，请教即个即个惠博士就是讲，你本身若讲你伫德国要教迄个教人台语文即个部分请问你是会要安怎？是讲想讲，咱像你逐日可能开始学时，因为你应该嘛是咧伫迄个汉学即个系统咧教学生啊，是讲先爱先学要安讲先学汉字、中国语即个语文，较教伊学台语，也是讲可能伊使直接对罗马字来学即个台语文，还是要请教你伫德国、国外你安怎？你若有机会教人即个台语文，你要安怎要甲教？多谢。多谢你的问题吼。我感觉这爱看课程的这个目标是啥物？若是比如人讲，若是这种对话吼，以对话为主的课，可能直接用罗马字，用背位字来教就好。个这爱看，比如讲，那目标若是要，比如讲去台湾的某一种证书啊，就是语言能力的证书，嘛是爱看这个情形，因是毋是要求迄个用白话字，还是用汉字？另外一方面，爱看学生啊对白话字甲这个汉字诶接受的程度伫倒位？毕竟阮拢是伫汉学系内底来教台语，德国到目前为止无即种无台湾学即种科系吼，所以真正爱看为一个汉学系内底的即个情形，甲学生的即个需求啊。多谢。多谢。无咱煞来请迄个冠伟哈，吴医生哈。你好，我请问一个问题是讲，我知影伫德国嘛是有所谓即种标准的德语，嘛是有即种地方的德语，但是伫台湾台语嘛是有共款的状况。那伫教台语的，你想你的研究嘛是咧教台语的，这是要安怎？甲学生仔讲，就是因为有时阵伊可能伫台湾的电视、伫 YouTube 听着看着的腔是安尼，或是用的字是安尼讲，但是因为课本写的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你一般来讲你安怎处理？是想要甲你请教，谢谢。多谢迄个冠伟的问题吼，冠伟其实咱有熟悉吼。冠伟伫即保护，伊保护底下阮叫有阮有甲保护的即个
台湾研究单位有这合作。要教啥物 Q，若是因为我来遮就是转来德国了后，抑个抑未机会来教台语，所以实际情形我是无伫通讲，毋过就是课本即摆一般使用的课本就是迄个 Bernhard Führer 伊的即个Southern 福建嘛，伊内底其实以即个普通 Q 为主，另外嘛是有掺一寡偏全 Q 甲即个偏上 Q 的即个算是角色吼，来嘛介绍不共款的 Q 口。一般来讲，因为我看即摆台语发展的即个趋势，也是因为你拄仔讲的即个电视啊，还是广播，各种原因的关系，所以一般我是感觉教即个普通 Q 较好，对学生来讲嘛是较实用啊。好，多谢。我看到美玲有举手吼，你即摆搁放咧，你敢是有问题要问？美玲。是，我开始的时阵有小可较慢上线我开始听的时阵，就是你已经开始咧讲我头毋知影讲是一个德国，无法度想象讲迄是一个德国人咧讲的台湾话。所以我感觉讲足甘心真感谢讲你甲台湾话讲甲遐尼水，无腔啦，所以我感觉讲我就请教你你以前台湾即马目前来讲伫咧市面上台语已经真流行嘛我相信讲你的台语会当讲遮好，你甲你讲的人是啥物款的对象？你讲起来你的即马台湾都是囡仔啦，啥物大细汉人拢讲即马台湾都无迄个讲台语的迄个环境我听讲你讲甲遐尼好，你绝对是有一个环境我来请教你讲，你是在啥物款的机缘中间会当甲台语讲甲遮尼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我即摆有一个孙13岁，开始咧学台语啦伊完全无环境因为我的孙因老爸是美国人所以根本伊无迄个讲台语的机会我去的时阵我拢会甲伊讲英文嘛所以我请教你讲，参像即款的囡仔有啥物更较好的办法，互伊的迄个台语伊有咧学啦，伊即马有人咧甲教有啥物更较好的方法互伊会当讲了较好？因为我要比较讲即个环境来讲，就是讲这美国即个环境是，伊完全无无机会讲你在台湾环境也真歹所以我想请你比较讲即个用环境来更较互即会晓学台语的人更较甲我讲。用什么款的方法？多谢你感谢你台语讲遮尼好。我若无看到你的面，我想讲是一个台湾人咧讲，真赞。多谢。真多谢你的学乐若是真正遮尼好应该是一定是迄个我的老师我的记得老师迄个高中部老师的即个好才会会达到即种程度啦。过即个学习环境其实确实是真重要。过你拄仔讲的台湾已经无学台语即个环境，我敢若白我同意啦，因为我是感觉。其实，我感觉即个环境，我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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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个环境，我
共年岁诶人可能较少，啊，毋过你若是找你若是去找吼，一定有机会。比如讲啊，我进前伫台湾诶时阵吼，就讲食饭，我食饭诶习惯是拢找固定诶店吼来食饭啊，所以豆会开始甲头家娘来开讲，也是听迄个人去甲因开讲甲因讲话甲因迄个点菜诶即个，因为即马尤其是比如讲菜市仔遐，还是街仔若是去踅街仔，其实台湾三四十岁，三四十岁以上诶人，应该抑个会定讲台语，所以其实我是感觉听台语机会是有啊。问题是要讲啦，我是讲这较困难啦，就是不过就是这可能又会牵涉到这个语言诶这个较基本诶问题，就是若是惊讲毋对，就毋敢讲，这是一个我感觉这是一个问题。伊其实拢讲毋对去拢不要紧啊，主要是爱讲，无讲就永远无机会啊。啊，针对针对这个美国你美国会选的这个情形，我会当记我进前伫德国开始学台语这个做互你参考啦，就是讲尤其是因为即马网络足方便啊，其实要听的部分我是感觉无问题，当然13岁。有兴趣，有对啥物物件有兴趣，我毋知啊。毋过我进前Lego，你敢若爱 Lego？Lego 哦 ，OK， 我毋知啊。Lego 的电影敢有第几本啊？我毋知呢。我较早是看听广播，听到因为伫德国阵个迄个就网络。听迄个广播啊，另外看布袋戏，其实有足侪网络顶悬有足侪物件会当听啦。哦，好，多谢。多谢啊，嘿，咱内底吼，迄个有若有一个有含即个甲迄个 Scarlett 吼囡仔的经验啦吼，迄个 Jenny 吼，你敢要伫遮？你敢要来分享？你伫苏格兰的时阵吼，你安怎教你的囡仔？哦，我爱开。Hello。嘿。Hello。谢谢你好。我搁甲你见面咧，你应该会记得我，我有甲你伫咧网络顶悬见面。有啊，教你哩吼。对。Anyway，分享，因为其实吼，应该是老爸老母爱有一个有咧讲啦，因为阮伫咧厝，我就是讲台语，嘿啊，所以我自细汉就是不管是安怎，就是拢讲台语，所以阮囝头先会头先会晓讲迄句母语就是好啦，就是因为我会甲伊讲紧诶，安尼，啊伊讲好啦，安尼。对啊，就是可能就是可能爱鼓励妈妈爱开始教囡仔尽量讲母语啊。有当时啊，一定打起初的时阵，伊一定无法度理解，因为若是一直拢是英语的环境，安尼袂要紧，就是妈妈爱有迄个耐性，嘿，就是你头先讲紧诶。啊，伊听无，伊一定甲你问 What's that？ 安尼，啊，就讲 Hurry up， 紧诶 ，Hurry up， 紧诶 ，Hurry up， 紧诶 ，Hurry up， 安尼，
你就是甲伊讲5摆，伊就会，伊就知影，对。啊，有当时啊，伊若甲我做烦的，我就讲好啦，等下。啊，所以会讲好啦，等下，安尼。呀，就是可能爱对较关键的，啊，较实用的，什物生活用事，安尼。啊，开始慢慢教，啊，过来就是，其实白话字，拄则我有咧听讲爱对倒位开始用，爱开始教，因为我毋知影是，若是像阮兜是英语主要母语的囡仔，所以因的 phonics 本地就是无问题，嘿，所以白话字刻起来，因就是会晓看，其实无啥物较大的差别，所以拄则梁公遐有咧问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即摆囡仔较困难，就是因拢是用注音、波波毛在学汉字，啊，因对罗马字伊就是无啥物，较迄个语感较无，嘿，啊，这着真正要来看白话字，真正是较困难啦，啊，而且讲实在，要甲国际沟通嘛是有较困难，因为你若只要去学迄个汉字缩白条的，有当时啊，你要直接搁跳来英语的罗马字的世界，有一个较无共款的，嘿，较无共款的方式，所以，嘿，所以这应该嘛是一个关系安尼。啊，但是如果本身是罗马字系统的囡仔，啊，要来学台语，要来学白话字，这是足紧的，因为阮阿文就是对于毋捌字，就是咱讲英语，啊听台语，啊即摆来开始 ABC 啊甲白话字的迄个 IE 有学迄伊拢足紧的 catch up， 所以这应该嘛是有关系啦，就是罗马字系统的世界诶迄个文字系统的囡仔要进入白话字甲台语的世界，比台湾当地即摆去学汉字缩白条的遮个囡仔实在是较紧，这是对。就是真正伫咧外国，伫咧海外要维持即个讲母语的环境，就是妈妈爱有一个坚持，妈妈也是爸爸爱坚持啦。嘿啊，就是倒来厝就是讲台语安尼，啊去外口当然就是外来语安尼啊，嘿啊，对。啊，但是因为安尼是有当时啊，我要讲的经验就是，我伫咧海外安尼做足简单的，嘿，无人会甲我 question， 但是我倒来台湾，等到大家感觉我足奇怪，因为比如讲，我伫咧公园，伫咧苏格兰的公园，啊，逐个拢是英国就是一个足 mix 的环境啊，啊，所有的妈妈当然嘛是讲日语的妈妈就是讲日语，啊，迄个印度就是讲印度话，啊，当然迄个越南嘛就是讲越南，啊，我就讲台语啊，伫咧公园咧画囡仔的时阵，当然是用母语咧画囡仔，啊，你会听迄个吼，是迄个的啊，我就讲较犀利咧，啊，即嘛就是这都无问题，但是我倒来到台湾的公园，我用台语咧甲囡仔讲话，用台语咧骂囡仔的时阵，竟然边仔会有是大人，也是阿公阿嬷会甲我讲，吼，恁兜囡仔哪会遮教哦，哪会晓讲台语？我心内伫遐想讲，啊无，我是狗母啊，我生的狗当然嘛是汪汪汪啊，啊无我狗我生出来狗囝是喵喵喵呢，安尼有是足奇怪，对啊，就是等到我倒来台湾了，即个困扰足奇怪，就是逐工出去外口。甲囡仔讲台语的时阵，拢会有人安尼，恁囝哪会像迄 alien 安尼，对啊？呀，就是母语的环境，就是厝里若有一个人爱讲安尼就好，啊，毋免一困头足济，压力毋免足大，就是对食饭、洗身躯、写功课，就是安尼慢慢安尼就有 OK 啦。好，分享到遮。感谢 Jenny 的分享吼。咱今仔日介绍嘛，还袂有互台湾的朋友讲着话吼，所以若有台湾的朋友
咱时间诚晚吼，所以咱可能出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吼。所以若台湾的朋友即摆有想要发问的，还是讲要表达一寡意见的吼，咱一两分钟，好无？敢有？好，若无吼，会当想看觅一下啊。针对拄仔Jenny讲的，我感觉，遐阿公阿嬷毋是因的行为，毋是 alienation，我感觉其实算是，我是感觉这是台湾的这种悲剧，因为，足济阿公阿嬷认为因为着甲因孙有法度沟通，所以因着学华语。啊，你拄仔讲的这情形，我是感觉因是足欢喜，真正有人有细汉囡仔会当讲台语啊，因真欢喜。我是感觉其实这是一种互人欢喜的代志。而且我也是感觉若是我个，我是想法啦，鼓励我的囡仔加因讲话，甲因开讲，因为安尼才有即个传承，真正即个代志会再人传承来。对，因为其实伫咧台湾啊，有一种叫做滑头症，就是阿公阿嬷拢有得到一个滑头症。我毋知你敢有听过，就是滑一个头，的带一个镜头，就是讲华语的镜头，安尼讲北京话的镜头，迄个叫滑头症。啊，我拄对苏格兰转来台湾时阵啊，阮母也足好笑的。阮兜的囡仔就是讲台语甲讲英语，结果阮母啊竟然甲伊讲英语讲袂通，伊竟然用北京语甲伊讲。我甲阮母讲，伊着袂晓讲北京语啊，啥你看着囡仔，你着爱甲伊讲北京语。啊，所以咧，即马阮兜即马是，只要阮囝若听着阿公阿嬷，也是但是阿公阿嬷绝对袂晓甲伊讲北京语，听着一句就是罚10箍，按个阿公阿嬷嘛足可怜，就是伊讲啊，以早去互国民党罚10箍，即马哪会去互孙仔罚10箍是无讲台语，是讲生笑啦。但是即马因拢有即个观念啊，而且个我有出即个新的册了，因知影讲，阮一个人是真正足认真诶，想要甲即个母语甲伊保留落来。因为语言就是文化的根嘛，如果若是无搁继续讲即个语言，足侪像拄则Thomas 你讲的，就是足侪物件就是无去啊，嘿啊，若安尼就真悲哀啊，嘿啊，就是做侪物件就是无去，安尼是足悲哀的代志，就变做阮即代甲台语的文化、台湾的文化废去。所以袂当做即个历史的罪人。感谢 Jenny。咱最后一个问题啦，吼咱了，咱因为台湾这时间也真晚，所以甲即个机会留互即个台湾的朋友啦，吼，好无？看你台湾的朋友看有要发言无？吼，无咱就要来停止吼。好，若无安尼吼，我到这时，咱就来停止录。他们安尼讲有听到我的声？有嘿。我歹势，我住台湾呢，安尼我拄好有想到一个问题。你简单介绍一下好无？你敢是差不多？你敢会当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大家我想问一下，我的声量安尼敢有够？OK，咱好，多谢。咱2分钟以内，哈，发言2分钟，好无？哈。好，我姓杜啊，我即马徛伫桃园遮。伫遮食头路，我即马开始问问题。我是真好嫌讲一个学了真侪语言的人来讲，因为一般来讲，咱认捌是讲每一个语言，伊每一个民族，因家己有一个个性。我咧好嫌讲一个人，伊学着一个无共语言来学了，伊敢会因为学迄个语言了，伊怎啊加一个个性？我安尼讲了是，我。凡是无够矫正，因为安尼我着爱来记咧。比如讲，
伫遮我凡是啊讲着一寡阮以阮外国人来讲，阮所知影诶对德国人诶一个刻板诶印象，啊，搁再是因为阮拄好几啊月日进前，我拄好开始学德语，啊，阮迄个德语诶先生，伊本身就是德国人，伊有甲我讲，因德国人，恁德国人是较毋爱像英语有 small talk 诶文化。也是讲凡是我即个词是无够讲了是无够准，因为阮迄个德语先生伊是甲我讲，德国人德国人是拢较爱，比如讲咧开讲的时阵是你迄个主题爱有一个针对性，比如讲到一个主题，对，迄个主题就要为迄个主题安尼一直讲，一直深深讨论到底，到有一个结论。伊较无像英语内底咧讲，比如讲英语拢会讲，对较前岁人，你行伫路面，你看到你拢毋捌人，对伊一个 say hello，say hi，how are you today？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oday's weather？And 听伊讲，德国人是较毋爱安尼。啊，我是想要讲，我想要问讲，你学着即个台语以后，你敢有因为学着台语，煞怎你加一个你前较当毋捌有诶你德语诶个性，还是你会晓讲英语诶迄个个性？你敢有因为安尼？参像讲有一句话讲，每一个你加学一个语言以后，你就有就参像加一个灵魂。好，啊，若对着即个问题，你敢有因为学着台语以后，你有感觉有加出啥物无共款诶个性、灵魂即类诶物件无？我诶问题到遮，多谢。多谢你诶问题吼，我感觉你讲了无毋对，就是我会记者根据我诶经验吼，另外一个语言了后，个性可能加一个个性啊，若无就是家己个性会受一个影响，这无毋对。就讲，毋过这拢是甲你所学诶物件有关诶，比如讲，若是讲台语，因为我进前主要是学较口语诶物件，报地戏啊，还是小工具啊，这是较通俗诶物件，所以讲台语诶时阵，若是家己有感觉，讲即种话，讲较口语诶，讲较通俗诶话，嘛较较水气啊，较水气，对。你讲诶即个德国人，我是感觉阮共款嘛是可能对天气开始讲开始开讲啊，讲一寡有诶无诶，我感觉德国人嘛是安尼啊。好，安尼今仔日时间也诚晚吼，啊，我要结束进前吼，因为咱今仔日咧录影诶时阵，头一部分都无好势，啊，我即摆来放一个，互大家听一下，咱来结束哈。欢迎收看台湾人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用台湾话论台湾事。本论坛尊重言论自由，来宾的发言是因个人的意见，无代表本论坛立场。好，安尼咱今仔日录影就到遮吼，啊，咱即个开讲室会当继续头了10外分钟左右吼，啊，若有要啥物款要交谈的吼，咱免客气，咱就麦克拍开，啊，就来讲。啊，若时间伤晚吼，免说你，恁就请恁家己离开吼。我今仔日有看到我的厝边好朋友迄个游明泉。明泉兄，你敢要搁伫遐？伊第一遍来参加，你敢有想要讲一寡你第一遍参加的感想？可能无听去吼。
好，不要紧。哇，非常朴实，你今仔日讲啊真精彩，真多谢你。多谢恁互我即个即个机会吼，小可分享，我感觉台语的美丽伫倒位啊？有影，其实我咧听你咧讲的时阵吼，我有想着讲，其实迄个即摆咱有即款 icon 吼，有无吼？咱若想讲，这嘛含俗谚足有关系啦。若是讲你用足底的一个物件，吼较趣味的一句话吼，甲留落来，吼像讲即摆咧伫即个设计顶头吼，咱每一个国家还是讲每一种的情形，咱拢会用一个 icon 来表达吼。譬如讲咱即摆若台湾人，咱会想讲若海洋。咱会想着讲这海洋代表即个台湾吼。若讲用一只迄个老鹰吼，咱就想这是美国吼，也像加拿大是澎仔叶有无吼？所以这是加减含即个言语吼，有小可共款的意思啦吼。我是安尼想，毋知对无？是啊，这已经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物件。对。阮德国的个国旗，毋是国旗，应该是国徽啊。伊顶悬伫嘛有一个老鹰啊。嘛，一只老鹰。对。含美国，若是要代表德国，这老鹰含美国的敢有共款？无共款，美国无共款的老鹰啊。对，咱后尾讲起德国，可能一般人可能，尤其是台湾人啊，可能会想着迄个 Bavarian，秘鲁啊，食迄个迪卡。我一遍吼去迄个 Frankfurt 出差，印象足深的，就是入去一个餐厅吼，坐伫一个足大地的岛啊，所以有熟悉无熟悉的人，拢会当随坐去。坐去了，伊就随倒一个叫做捧哥酒来。听讲迄种捧哥酒吼，是差不多伊个酒精足低啦，吼。就袂我去的，我会互我感觉就是讲，这袂输台湾的面点安尼吼，足 friendly 啦吼。就去甲无熟悉的人，你会当岸边安尼加减开讲。毋知这是毋是普遍伫德国逐所在拢有即种的文化，还是安那？还是我去间餐厅较特别安尼尔？应该看餐厅会看，有的餐厅伊有即个，用语嘛，我嘛毋知叫啥，伊即个，我觉得伊个停酒，停酒啊，停饮料迄个所在吼，伊头前若是有一个房你若是当坐遐点一寡比如还是其他饮料来啉，遐较有机会甲边仔的人开讲，过若无一般来讲，参加其他的所在应该拢就是家己坐，家己甲家己的人坐做伙啊。即只 Frankfurt 因为是大都市嘛，所以遐的人可能较开放啊，较对别国家的人可能较有兴趣。那迄阵可能看着
较明显是外国人诶迄阵，反正可能无共款啦，可能我拢爱看人啦。看人哈。美和免说你就直接讲，是吧？迄个吼，迄个我真感动，即个托马斯吼，会当讲咱诶台湾话讲甲遮流利吼，啊，互我感觉讲，咱诶台语文应该是真有望诶啦吼。若搁较济阿督啊，拢来学咱诶台语吼，咱台语就会兴起来。我诶意思是讲，若有搁较济人会当像托马斯安尼吼。真好诶 model 啦吼啊！我感觉咱台湾人应该感觉足见笑啦，就是讲，咱竟然伫即个台湾诶社会内面，头拄听Jenny 咧讲吼，讲诶阿公阿嬷也是安那也要去甲囡仔讲华语吼，实在真不幸啊！真正无得较爱推行一个讲，若讲华语爱罚钱诶运动。至少伫迄个厝内啦吼，安尼部分吼，无了这是佫拍的时候 encourage 迄个 grandparents 吼，会当甲孙仔来讲台湾话吼，啊，因若袂记哩讲华语，可能像Jenny因兜安尼甲伊发吼，啊，遮阿公阿嬷可能就较会醒起来。兜啊，阮兜迄两个囡仔。第一个月来趁千外箍，总变好野人，变好野人。啊，即个问题吼，我真早就是我伫咧2005年诶时阵，我应该是2004年，我第一道出国，啊，我是华语诶老师，就是我是去教，就是台商诶学校教华语，吼。啊，毋过迄个时阵啊，我著发现伫个足奇怪诶，是安怎台湾诶教育部啊，佮台湾诶侨委会，拢要伫咧外国做诶文宣，拢是甲遐个外国人讲来台湾学正统诶华语。我著心内咧笑啊！我想讲华语啥物叫做，就是北京话，就是北京话，啥物叫做正统诶北京话？啊，所以迄阵我有举手，迄个时阵侨委会主任委员，我袂记得是啥物人，我著等还是我袂记，我著举手，我著讲，伫台湾应该是一个 diversity 诶国家啦，无应该吼。用安尼来广告，伫咧外国咧拍广告，讲叫外国人来台湾学正统诶北京话，你安怎拼拢拼袂赢中国啦？中国有14亿拢咧讲北京话，所以你应该讲来台湾，吼，感受即个 diversity 多元诶语言诶文化，啊，南岛语言诶文化安尼啦，系啊，所以迄阵我著有，对啊，我著有抗议安尼，啊，侨委会就感觉讲，即个老师你领我诶薪水啊，结果你来讲即种话，所以我著拍车啊，变黑名单哩。啊，毋过正确诶话嘛是爱讲，但是我不时若是2004年到今嘛，我若是看着侨委会有即个广告，我著拢会去甲检举。我就拢会去甲伊检举，我拢会甲伊讲，台湾就是台湾啊，台湾是安怎要来台湾学北京话，对啊，伊就会分讲啊，因为什么中国所有诶文化拢伫咧台湾安尼，我就想讲 ，Oh my goodness， 对啊，对，还是我家己即摆咧开讲吼，所以对啊，即摆讲阮囝就是安尼，就是拢变好野人，迄有效哦，到尾回家吼，阮老母吼。要讲正经都歹势，阿嬷即摆意思是，你毋通互你老母破散去呢。有哈。我有看到二亲举手，二亲有想要讲的款吼。
好，大家好哈，因为我是看到进前其实是听网络顶讲看到迄个惠阳博士伊另外一个专门是咧研究歌册嘛吼，所以讲我咧想着讲，其实当然歌册介侪其实进前记录拢是汉字为主，毋过我来想着讲，因为我即摆看到台湾文学馆吼，有咧和国外咧做介侪合作，像讲我看伊伫德国，搁有法国即边拢有咧杀吼，咧含在地，当然因主要嘛是片子是介侪嘛是主要拢是主要是拢用中文翻译做外文的即个文学作品为主吼。毋过我想着讲歌册本身，因为拄仔迄个博士你介绍时讲着即个台语的即个伊即个咧比讲像讲就讲俗言安尼讲的即个一个。因为这个语言我感觉毋是拄仔读，你来讲用讲的，爱听着，唱其实是嘛是一个方式，所以我想着讲，其实你若本身就是对，因为我感觉你若讲台语会有甲遮好，感觉你本身应该嘛是对语言甲音乐吼即方面的诚敏感，所以我想讲是毋是歌册吼即个部分会是一个诚好的一个要安讲，一个可能一个工具，就是讲。就算是国外咧读迄个汉学的即个学生啊，伊看有即个歌册，迄个歌册内底佫有写有迄时阵的社会背景，伊佫会使准讲，因为台湾即马嘛已经有人嘛是佫有较少年，大家咧学讲安怎大家安尼用唱的吼，所以我想讲到时阵若讲有可能会使含讲看是台湾的即个念歌的团体，也是讲台湾文学馆，我感觉这毋是拄仔书面用若讲会使。就讲用读搁唱，也是讲就算念，所以我感觉安尼多方面可能嘛是一个会使吸引到即个国外即个学生啊，也是讲就算毋是学生讲，譬如讲要推广，也是讲读者一个方式，这是我的建议。我想着啦，我家己还未做过，毋过我感觉是一个袂歹，因为我家己咧国外咧介绍我家己的翁仔册时阵吼，我是国外咧做 graphic novel， 我当时咧想讲因为就算我的册名用即个。有关些是用咱的原住民的语言，也是讲用即个台语文吼，我感觉就爱互因听着所以讲问题是因逐日看到讲我写阮兜嘛因毋知这阮兜啥物意思有关时我就想讲我有关时就逐日要演讲进前，我就想讲爱唱一块台湾的歌吼就看是唱台语的，还是唱我逐日学着原住民的歌。嘿，以上多谢。你讲的即点吼，伊个音乐即点真重要，就是甲语言本身甲比如讲音乐还是表演结合起来，较有法度引起别人的兴趣。尤其是我是感觉比如讲唱歌即个部分比如讲要教台湾的细汉囡仔，我是感觉用唱的你囡仔足爱耍嘛，足迄个足爱跳舞啊，所以会当用迄个音乐甲台语引起伊，就透过音乐，透过即个。跳舞其他等等的方式来引起因对即个语言的其实的即个接触吼，一开始因为爱先互因接触即个语言知影这是啥物物件，毋是讲因为你拄仔讲的即个歌册歌册有一个问题就是伊一个先讲伊优点当然是伊个音乐性吼，伊音乐性足强的，所以因若是要学一个语言，也是要用较趣味的方式来甲即个学台语即件代志包装起来，算是真好的方式。过我感觉即马已經差不多無幾個人會有啲傳授即個歌冊即個藝術吼。比如講進前是今年嘛，敢是今年？今年敢若迄個尤秀卿大叔敢若過身，敢是
是讲，即种艺术已经差不多已经无人伫做啊，所以可能爱找出一寡新诶物件。啊，比如讲，咱若是看即个，即个海洋台语文学，还是其他诶即个台湾通是嘛，即个广播其他等等诶即个杂志吼，因内底嘛拢是有较简单诶会当唱诶诶即个文学作品会当用来教台语，我会安尼感觉。多谢。其实迄个即马国内吼，台湾我知影来有迄个像讲其他的念歌团，嘛有少年的即个较少年的即个少年人咧学吼，所以讲其实有咧传承，嘛有是我会记得有人咧开即个较现代即个歌册，是讲念歌，是讲要写作吼即方面。就是嘿，这我是感觉说语言无听，若是拄啊国看，若无就是讲有诶，即马有人咧做 podcast 啊，是讲广播剧，像讲但于先生伊诶作品就有咧个咱们去有咧甲改编做即个广播剧嘛，所以这嘛是一个新诶一个有介侪新诶媒体，我感觉会使可能甲即种可能进前旧诶即个方式，当然若讲有人会使写新诶。四句联啊，即种诶当然嘛是诚好诶一个代志。以上，多谢你。请准听你讲。我前阵我住伫洛杉矶吼，我有一个好奇，迄托马斯，你是会晓因为你诶台语吼，确实迄个音调甲迄个韵律吼、韵律拢真。确实足本土化诶啦！我要问你会晓看中文无？你咧，因为你头仔在念迄个俗语吼，你敢看白话字咧念，还是你看中文在念？我是会晓中文，嘿，我本身我进前伫德国是读中文诶，所以我中文大声啊，对。啊，毋过我看，因为就是我感觉这是。头脑内底的即个，叫啥？安尼讲好，就是一种思考的系统。比如讲因为我知影今日即个演讲要用台语，所以我写的汉字都是写台语，我当然嘛是用台语来念。我呢，我看这汉字袂想讲，即马我用华语来读。哦，所以你平常时有咧看中文报纸无？你敢有咧看中文报纸？平常时？有啊。哦，是，哇，安尼你诶台语实在是真本土化啦。反正头仔一个咧讲有影若无看你诶人吼，我就是有影你是台湾人咧讲台语。有迄个实力啦，多谢你，多谢。非常好。好，安尼若无人要搁讲吼，咱今仔日咱就到遮吼。多谢大家。咱后礼拜吼，咱要请即个赵牧民吼来讲。伊最近去伫台南。做即个孔子庙的执行长吼，真趣味吼。伊本身伊的背景嘛是伫含即个戏剧吼有关系安尼吼。好，无咱就到遮为止，感谢大家。